欢迎收听5月3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21到22篇，主赐力量的人。一位经历主赐力量的人所领受的恩典，不仅是在今生，更是在永恒。在诗篇22篇30到31节说，世世代代的人要侍奉他，人人要向后代述说上主的事，未出生的将要听人说，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。主赐力量的人真实经历到上主拯救他的子民，上主拯救你和我，在一切的混乱，在一切的苦难，在一切人说不出但我们真的没办法解套的问题上，在战乱的年代经历了上主的拯救，才刚刚从海军的这样身份遇到战乱，被救回船上，正想要躺下休息的时候，心中突然有一股意念说着，逃难还想舒服吗？这时候这位叫少旭的牧师没有躺下休息，下一刻炮弹就直接直击他原来要躺下的这个船舱。在这样的一个苦难或者是战乱当中，因着上主的拯救，不仅是苏醒了他对生命的看法，更是苏醒了他一生直到他100岁仍在传讲福音的生命。这位少旭牧师在战乱的年代来到了台湾，然后在基隆这个地方建立了许多教会，许多后来在他牧养地区的后辈牧者受到他坚持侍奉的动力激励，因为他知道现在已经100岁101岁，他仍然在讲道，仍然在侍奉。而我们这些信仰的后辈，信仰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见证到有主赐力量的人，虽然在人看来身心年老甚至不方便，但就像少旭牧师所说的，我的身体虽然不方便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是能够使人方便的神。在今天21篇22篇21篇的诗篇其实是接续20篇，20篇讲到的是要去出征前这些弟兄姐妹为在上掌权者的君王的祷告，因为知道人是靠着这个车马，但信靠上主的人是有这位能够得胜的主来掌权。所以在21篇的时候，这首诗篇仍然是一首王士诗，他就讲到感谢上帝对君王的恩惠，因为想必这场仗是打胜仗而凯旋而归所以21篇一开始就说，上主君王因你所赐的力量欢喜，他因你所赐的胜利快乐，因为上主应允了人的祷告，使这个国，使这个君王凯旋而归。在这里经历到上主赐力量的人，感受到那种幸福感、满足感、胜利感是很强烈的。所以21篇呢，其实是一首就是颂赞诗，讲到在那个面对仇敌的当中，上主赏赐他们力量，使他们能够得胜，使他们能够抵挡。在这里也说到这些仇敌，他们抵挡的不只是这个君王或者这个军队，而是如果他们是抵挡上主，他们不能够成功，因为上主才是得胜的关键。随之而来的22篇
其实这首诗篇呢，很多人是说这首诗篇是呼应我们的信仰核心，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预言诗。因为在这里第1句就讲到了十架七言的第7句话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首诗篇好像在预示弥赛亚他将来所要经历的。而后来在耶稣他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刻，最后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就是引用了诗篇22篇的第1节所说的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在耶稣讲这段话的前后，其实他更多的是要表达他按着主的心意，好像是人看来是离弃，但是在主看来是要成就他的心意。所以22篇其实很安慰许多真的在经历当中感受到好像跟上帝的关系很远，好像在那恩典当中是被离弃的感受。我们都知道诗篇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分享人真实的情绪。我想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，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也会遇到高山低谷，不论是高潮或是低潮。有的时候人会感受到好像上帝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，好像我在那个苦难当中真的是已经没有力量了，真的是觉得自己不是被上帝所赐福的创造吗？怎么会经历这些事情呢？然而在其中，诗人他虽然真的就是很苦，真的就是像一条虫被藐视嘲笑，真的就是被人冷嘲热讽，但是他心里仍然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第9节所说的：你使我安然出母胎，我做婴儿的时候，你保护我平安，我一出生就投靠你。诗人很清楚的知道，各样的境况都没有办法使他的信仰离弃，因为他知道他一出生就是有一位能够投靠的上帝。但是敌人却是非常的凶猛，非常的强壮。在这里面，诗人真实的表达，面对到那样的苦境，人就好像已经没有力气，好像心像这个蜡块融化在内脏里面，好像这舌头粘在牙床上，因为就是像一个在等死的人。然而诗篇22篇，我们如果过去有读过，我们就知道第一部分到21节都在讲，当一个人他真实经历到，即使他信仰我们的上主，他仍然有机会，或者是他遇到那苦境的时候，他的生命真的是很苦很苦。当他说出那个苦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很像你的经历呢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不是只有读到21节哦。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诗人他表达他感谢上主拯救，因为他知道他所经历的这一切过程，上主他必然会拯救。也就是虽然情感是这样的低落，是这样的苦痛，是这样的挣扎，然而他心里面的信心也不断的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加添他力量。他要向同胞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这可能是一个人在经历之后所写的，也可能是他正在经历当中信心的宣告。他宣告上主必定要得胜，他宣告敬畏上主的人在歌颂他的过程当中，要真实的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位的能够拯救，而且有能力拯救的主。所以诗人他这样的经历之后，他仍然在主的面前要表达他对主的歌颂。
因为他知道贫穷的人能够饱足，寻求上主的人最终要歌颂他，他们的心会永远愉快。因为我们的主是永恒的主，是世世代代的主，是被世世代代所传扬的主。即使未出生的人，他们未来要听见人说，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。在刚刚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引言，这位少训牧师101岁，仍然在传扬福音，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信仰的榜样。他并不是有什么样非常特殊的事迹，我想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是特殊的经历。然而每一个人却都有一个特殊的时刻。什么样的时刻呢？就是即使经历在那个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主赐力量的时刻。101岁在人看来年纪老迈，然而在主看来，这是永恒的一小部分。少训牧师抓紧了这个重点，抓住了这个焦点，也抓住了信仰的核心。他在永恒中看他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不论多年长，总是要来传扬主的福音，因为他知道世世代代的人都有一个应许，是主要拯救他们，主要帮助他们，主要赐他们力量。这也是我们所领受的信仰，不是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主，因为你是能够拯救我们的主，你更是透过道成肉身，用人可以理解主你多爱我们，你为我们付上代价，是透过肉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死而且复活，使我们领受的生命不限制在我们自己的肉体，而是我们在永恒中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在我们死了的那一天之后，我们每一天都在永恒中认识你是赐给我们有力量的主。所以诗人在苦境中仍然赞美你，所以诗人在得胜中仍然归荣耀给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源头在于你，幸福在于你，能力也在于你。你让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灵修做出得胜的宣告，因为这个信仰不是空话，而是世世代代都能见证你拯救我们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向你献上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我们上主的力量临到你，使你的生命在任何的情况中都有盼望，都归荣耀给主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下次见。